那这架86军刀机是空军雷虎小组扬名世界的一个机种。那这架飞机在台海战役呢，也立下了非常这个战功啊，说也算是名机啦。因为雷虎小组的成员很多人都是住在水交社的社区，这个眷村呐。那雷虎呢，都一直视为台南是他的故乡，那水交社更是雷虎的家。那这架飞机放在这边，是实至名归。希望雷虎的展示机在这边成展啊，除了可以继续这个宣扬雷虎的精神之外，也可以为台南带来一些特色。水交社文化园区一直都是空军很重要一个建设哈。那从我们重新把它整建成一个文化园区之后，其实我们一直也在丰富它的整个展示内容。那这次我们得知台南高工有一台保存非常良好 F86军刀机，我们也透过很多管道去积极的洽询，所以我们顺利的把这一台军刀机移到了水交社文化园区，也让整个水交社文化园区跟空军的历史的连结更加的一个紧密。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看看这个 F86军刀机，曾经在空战中立下很多辉煌历史的一个战机，然后让水交社文化园区可以让你们有更多的一个收获跟想象。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大家来跟我们共同见证这一段我们空军的光荣历史，也是我们台南与有荣焉的一段历史。F86能够来到我们水交社，这部军机其实为了要还原历史，我们也经过多方的考据，好，那中间涂装有错误的地方还这个弄掉重新涂装。那可以看到这段大家看到在水交社就是我们的空军的眷舍，也是雷虎小组的一个眷舍。那所以说很多的空军弟兄们都有讲不完的故事，也可以让许多好朋友、观光客、市民朋友们共同来分享。那我们水交社园区不但有 F51，还有这个 F86，那将来也更要丰富我们的馆藏，以及丰富我们水交社眷村文化的一个展现。因此呢，欢迎大家来到水交社，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曾经缔造台海光荣战史的 F86。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8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112年度总预算因为也未审查完毕，所以台南市议会上午召开定数委员会，确定第3届第15次的临时会将伫12月14号到23号召开。台南市政府即届提交41件电付案，总金额将近7亿，全部列入议程，送大会审议。另外，12月16号也安排88项庆吉案专案报告。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15次的临时会上午召开第1次的听数委员会，会议由赵一麟郭信良议长主持，出席的委员包括副议长李文俊、议员罗坤福、李中琴、蔡玉辉甲郭凤仪。市府方面由副市长戴谦、带领秘书长甲各局处的首长列席。会中确定临时会对12月14到23召开。另外，16号上午将安排客家88项庆吉案的专案报告。今仔叫我感觉来报告一下啦吼，交政风处我感觉历史说明一下，是安怎？甲分局长会当事先讲无关系，就我感觉不管安怎，我希望今仔叫我会当排伫12月22啦吼，专案报告一下，到底发生的始末是啥？因所了解，伫侦查不公开原则之下，爱有议员知啊，无议员拢唔知，甲先有到底有暗间选情无？到底故意影响选举无？还是啥物状况？我感觉执政党爱还有这个知的权利，议员有这个权利，我爱知啦吼。原则上就12月16号就这个就如同蔡委员所讲的请警察局
来做这个88枪的这个专案报告。哈，14号至12月23号，会期至10天，在永华议事厅这边召开。那主要是继续审查本市110年度台南市总预算及附属单位的预算案。台南市112年度总预算税率981亿，税出1025亿外。因为还佫有4个局处还未审完，进前经过议会党团的协商，希望伫第3届的年内会用完成明年度的预算审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9合1选举过后，接下就是就职甲正副议长的选举。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召开记者会，摕着民进党中一位郭在钦介入进前副议长补选的相片。加上选前88场枪击案，那也不但质疑甲乌金有关系，甚至怀疑是毋是会介入这届正副议长选举，呼吁民进党断绝乌金，爱为台南做起。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发言人蔡玉辉的号召，包括书记长李中琴、议员罗坤福、彭一峰、游英智甲蔡宗豪准议员，每人手摕相片看板。大声来发出，民进党要终结乌金，就要对台南议长选举开始。断绝黑金，从台南开始。断绝黑金，从台南开始。副议长要补选，唔补选，佮爱找这个乌金的数字，郭在钦先生参加。其中有一个民众议员甲我讲，因为这种协调，伊落选，可见。百姓就痛恶这个乌金啦吼，这点大家看得出来。乌金的人有坐伫边仔无？大家应该知啦吼，大家知。我今仔要讲上重要是检调单位爱去查，前届民众议长、副议长选举，交这届议长、副议长选举，到底有偌济乌金介入？议会国民党团表示，对选前的88场的枪击案，不但怀疑甲太阳光电的利益有关系，更加质疑乌金介入这届正副议长选举。唔定拿军的质疑，针对这届正副议长选举，立营嘛出现茶壶里的风暴，一边话团结，一边强调无为利益挂钩来背书。为什么？那个是一个局外人跟你们在讨论那个补选副议长的事情，那么是不是未来这4年正副议长，还是一样有外人来干涉？还是因为这个议长是我们那个大台南的议长，不是一个党团的议长。我说这一点要深思熟虑。我也非常质疑，到底里面是什么？是里面有那个利益挂钩吗？这个也是外面非常质疑的，所以我不为利益挂钩、为那个黑金来背书。相信枪击案无破，乌金的议题将持续延续到台南市正副议长的选举。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让6岁家庭的囡仔会当感受圣诞节的气氛，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结合社会爱心，举办公益愿望活动，予61间学校247位清寒的学生挑选家己想要爱的礼物。结果有小朋友无选家己要爱的，颠倒是替爸爸来拣鞋啊，使人感动。圣诞节是大多数小朋友会当喜欢并收到圣诞礼物的日子，但对着家境比较较清寒的小朋友，大多数就无这个机会。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特别针对清寒6岁家庭但认真上进的学生，举办了圣诞送爱心、礼物助愿望公益活动，委请学校提供清寒学生名单。这次总共有61间国小，247位学生受惠。看看我们的周遭朋友，真的苦人很多。尤其现在又遇到通货膨胀，一些物价高涨，让这些一般的社会朋友要生存更不容易。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
我们的发起一些义举，能让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人士献出他们慈悲的一双手，来帮助社会大众。今天没有办这个活动的话，还以为以前的救国团都是带人家出去玩乐为主，可是自从叶总干事拿到台南，他把这些计划讲出来，受很大的感召，因此呢，我很配合他，因为他这个就是同舟共济，同舟共济的精神。德不孤必有邻。救国团的善行义举，也感动了社会上真侪人做伙来投入这场爱心活动。而且除了有台南市的善心人士加入，就连韩国瑜土豹子志工团也加码送予247位学生，每一位600块的购物金。因为刚好这次看到台南这边，我本人也是台南人，我觉得蛮有意义的，所以我就是请我们团这边看是不是能够发一些资源下来。没想到我们团长就很大力的直接讲说，就是247份的，我们就准备247份的小礼物，还有600块的一个我们自己本身志工团的一个购物礼券，就是让小朋友他们自己就是在家里，就是有家长可以上网直接订购他们所需要的文具或者他们想梦寐以求的一个礼物，这样子。救国团台南市团务会总干事也庆寿指出，这次活动由各区的会长协助联络当地国小学生，只要写下因想要的礼物以及理由，就会当伫12月圣诞节进前免费收到。同时，也则感谢社会大众做伙参与，也希望这小朋友伫未来有能力时，嘛会当回馈社会，达到爱的循环。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远东科技大学每当拢会举办爱心竞标拍卖活动，有学校的学生、老师以及产学合作的厂商提供产品，包括学生种的柑仔蜜以及花蜜、烤地油、火龙果等等。这届募捐的金额超过32万，将全部捐赠给台南市的弱势团体。感谢天，感谢地，秋戏的表演，互场面非常的温馨，也毋过精彩，还搁伫后壁。好了，一万，谢谢谢谢。2万哦，会长谢谢2万好啊，不要紧哦，来2万加一个，嘿，来1万开始2万了哈，还有没有？来加一下哈。这是远东科技大学伫学校内面所举办的爱心竞拍活动，所卖的产品是由学生所种的柑仔蜜，搁有酸花蜜、阿里山烤地油、花莲果等等。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的付出，特别是爸爸妈妈。特别是爸爸妈妈，特别是老师，特别是在他们所接触每个人都对他们有所付出。那期待我们透过这个活动，不只让我们的小朋友学会感谢，也让我们学会付出。远东的柑仔蜜是当初为了减轻弱势学生的学费负担，开一块农场，让大一新生来种柑仔蜜，卖的钱提供弱势学生来做奖学金。到后壁，让大家用竞拍的方式来捐助善款，并且捐赠给弱势团体。这摆总金额高达32万外。远东科技大学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服务的老师都是有爱心我们这里受服务的学生也是充满爱心和幸福，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代表美善社会福利基金会说谢谢。创世基金会在此感谢远东科技大学举办的爱幸福番茄活动，种下一颗爱的种子，将开花结果，来帮助创世基金会的清寒植物人。谢谢大家，谢谢。我想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在这边代表家谱所有的孩子们，跟远东科技大学以及现场的所有的伙伴们说声谢谢感恩。这个活动已经持续13天，远东科技大学希望将爱心给更加侪需要关怀的人，也欢迎大家会当用行动支持远东的幸福柑仔蜜，帮助社会更加侪弱势族群。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素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二度就业，二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过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在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艺术家蒋勋上新推出的画展，目前正伫台南文化中心展出。这届展出的画作有600油画，甲200水墨画，内容有高姿的鸟仔，甲花灯美丽风景。先透过镜头带大家做伙来欣赏。高姿的鸟仔变成水墨画，油画呈现花东纵谷的美丽风景。这是蒋勋老师所画的作品。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办风景甲匠心的展览，蒋勋老师就将伊伫疫情期间伫七乡万安村林阿尾所画的作品，予大家欣赏。那这批画比较特别，是在2021年的5月。那个时候，我记得全台湾大概都很紧张，因为之前我们的疫情也守得很好，好像忽然一下子爆发了。
所以我就不敢回台北，我就住进了池上最南端一个农舍。大概3个月当中，没有任何人来找我，因为大家也都害怕。那来找我就是猫。那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那一段时间有一些猫陪伴我，然后他们就睡在我的画上面，那我超惊，他们也在旁边睡觉。所以这次的风景与众生，风景都是东部的风景，众生就是这些猫。我要感谢这些猫，因为我过去没有很多机会接触到猫，这些猫我都不知道名字。我有机会跟猫在一起，发现它们身体这么柔软。他们的身体这么自在，好像没有任何紧张，那我就感觉到我的身体比起他们来说太多的拘束。那所以我这一次也展了一张书法叫心无挂碍，我觉得猫在教我什么叫心无挂碍。这摆总共展出600优画以及200水墨画，画展同时推出新册，将蒋勋老师伫林阿尾的生活分享给大家，同时希望借着展览，让大家伫后疫情的时代会当平安静心。举办这一次的蒋勋老师一系列的活动，包括讲座，还有画展，还有签书会。蒋勋老师可以带给我们一处清洗的水泽，可以分享他身心安顿的生活美好。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蒋勋老师这一系列的活动，可以带给我们身心安顿的力量。蒋勋老师的作品将伫台南文化中心展出到明年2月12号，欢迎大家会当来看画作，感受蒋勋老师所示的鸟仔以及风景。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沙仑绿色生活节甲绿色魔法日系列活动，12月10号将伫沙仑的大台南会展中心户外展区来登场。周边规划了一系列以绿色魔法作为主题活动。台南市政府特别召开记者会来做宣传。为了让囡仔了解珍爱地球的重要性，同时也会当快乐学习绿能科技的相关知识。市府特别举办沙仑绿色生活节加绿色魔法日系列活动，透过科普实验、闯关游戏等比较较轻松的方式，培养囡仔责任减碳的观念。现场不仅有这个科学普及简单的介绍这个绿能，让小朋友都知道，还有许多来自电视上的歌姐儿童节目的歌姐，都很欢迎大家可以带着大人带小孩一起来，所以度过一个快乐又有感性又有知性又能够有科普的这个周末。那刚刚我们去看那个摊位其实那天都会来，包括有地方创生做的东西，还有包括一些节能减碳的东西，还有包括一个资源永续的东西，这些都非常具有教育性，而且具有实用的意义。沙仑绿色生活节加绿色魔法日系列活动将伫咧12月10号登场，现场除了有真侪活动优惠会当佚佗，嘛有设置美食甲特色单位，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前100名入场的市民朋友，主办单位嘛有准备好礼要来相送。市府欢迎大家踊跃来同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